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7月13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内政部为着要发扬孝道，每一档拢会举办全国孝心奖。今年选定伫咧台南市来举办。13号上午，由着总统蔡英文甲内政部长叶俊荣亲自出席，表扬着31位孝心楷模。这届孝心奖的得主，上届少年只有8岁，上届老是75岁。代表着行孝道无分年纪，大家拢应该好好做。现在伫画面当中看到的每一位，拢是今年孝心奖的得主。因每一个人拢运用家己的方式来表达对厝里人的爱，拢是非常值得咱学习的。内政部每一年拢会举办孝心奖，就是希望互社会了解友好的重要。今年选伫台南大义励志酒店举办颁奖典礼，总统蔡英文嘛亲自出席。对这个孝心楷模表达感佩，内政部长叶俊荣表示，行孝非常简单，有的时阵只要一句话，一个眼神就会使啊。在这漫长的日子里面，我们都看到各种类型孝道的呈现。这一次31位里面，如果各位仔细去看这31位，男女各半，年龄最低8岁。最高有75岁，其中还有8位是学生，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孝道没你顶人啊，不是说哪一类的人才可以实现孝道。其实孝道是我们整个国民的价值，是谁都可以做孝道，甚至于是无时无刻拢有当友好。在座的许多的孝心楷模，即使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都能够保持乐观，支持起整个家庭。那么这些事迹都值得我们来推崇。随着台湾进入高龄社会，今年的孝心奖已经有好几位60、70岁的得奖人，照顾的人是年纪更大，甚至超过100岁的父母。这样的中老照顾老的这种老照顾的模式，逐渐成为台湾社会的常态。那么，如果老人家有失能或失智，对身边的家人来说，更是体力跟心理的双重的重担。这就是为什么过去2年多以来，我一直紧盯中央各部会推动长照的进度。这届孝心奖得主年岁上轻的是8岁的田彩煌小朋友，上高龄的是75岁的罗东人先生。安尼嘛代表行孝无分年岁。咱台南市的2位代表陈良进甲纪福龙嘛得到孝心奖的肯定，希望会使鼓励更较侪社会大众，把友好融入日常生活当中。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接下来，总统蔡英文下午来到安鲁社区关怀据点，这个所在是台南市第一座结合着幼托服务、弱势关怀以及老人照顾的综合性福利活动中心。总统蔡英文就这个亲入民间的行程，要来确实了解着长照2.0伫咧台南执行的成果。总统蔡英文一来到安鲁社区关怀据点，就相当欢喜，甲小朋友互动。并亲切询问家长使用这项设施的感想，希望会当确实来了解到长照2.0这项中央政策伫咧各地方的执行成果。同时，总统也甲侪长辈做伙来欣赏到小朋友的舞蹈，以及听取到台南市社会局长有关长照2.0的简报，对着台南市侪政策的实行表达高度的肯定。那我刚才看到这个我们的局长的简报都有报告。而且我看这个台南的复检的速度也很快，看起来到2020年，大概整个每一个行政区都基本的有这个长照的设备A点、B点，有 A 点有 C 点，也有社会福利中心，所以这个复检看起来是非常的就脚也好啊。
这个所在原本是公园有定地环境，非常适合做老中青幼无共世代需求。总统蔡英文也真肯定台南市政府安尼做法，希望外县市爱多多来学习，互长照2.0的政策会当执行甲更加完善。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民国65年，就来到台湾的亚大卫甲莫霞林，因分别担任着牧师甲教育的工作。因除了积极传福音甲英文以外，也积极来学台语，运用台语来推广英文的教育。因认为也得到只有外籍宗教人士的表扬。伫咧5月4号收到规划国籍的稳准证书，也总算伫咧7月13号收到身份证甲户口名簿。恭喜因正式来成为中华民国国民。亚大卫甲莫霞林，因两位对民国65年就来到台湾，因对传教甲英语教育顶头付出侪侪努力。更加特别的是，因两个阁积极学习台语，并运用台语教导英语，伫台湾40几年做出侪侪贡献。因嘛伫今年5月得到中华民国国籍。也伫13号下午，由内政部政务处长陈宗安颁发身份证，并由台南市的副市长张正元颁发户口名簿，恭喜因正式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民。中华民国的这个国籍法修正了后，咱是这两三档的时间，拢陆续甲这个肯定台湾，嘛为着台湾付出，所有的外国的人士，咱拢甲伊邀请加入，变做咱中华民国的国民吼，真做真正的台湾人吼，所以咱今仔选择是这个台南新学院上水的这个草皮内底吼，要甲两位老师正式颁发这个身份证互因吼，互因真做真正认同台湾这块土地的台湾人。台南人吼，所以真正非常欢喜代表内政部阮叶部长来感谢恭喜两位吼。今日是阮对心地感恩，因为有遮尔济人通感谢，阮一定会别去一几个。最大爱感谢就是台湾家己，这个国家互阮两个甲阮两个囡仔。一个叫做乡土的所在。伫台湾的政府阮特别爱感谢内政部，嘛是移民局，也是台南市政府的东区的区公所，因为因拢有斗骹手，办这个活动，也是互阮做台湾国民啊。阮也感谢台湾基督教教会40年前邀请阮来遮。也为阮出真有意义的工作。亚大卫阿某因嘛将伫7月份退休，过后因嘛要转去美国，所以规划国籍对因来讲，并不是为了台湾的福利，是因为想要用这张身份证表达对台湾的感谢甲认同。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是台湾历史文化的首都，嘛是真侪民间信仰伫咧台湾的发源地。丰富的宗教活动，互台南有绝对优势。台南市长陈选仁柯中信就提出了竞选的政策，要将宗教来结合观光，为台南的宗教观光产业开创着新的出路。台南市长陈选仁柯中信指出，每当来到台南进香的圣徒有数百万人次，这不只是祈求心灵平安。更是一个文化传承的表现。而信徒伫咧进香的路途中，常常拢会经过真侪风景名胜，如盐田、沙洲，也是古迹、巷弄等。因此，互柯中信提出一个结合宗教甲观光的想法，互香客伫咧进香的同时，嘛会当规划观光甲美食之旅，拓展台南的旅游市场。比如讲，咱妈祖庙的连线，下营大天后宫，交咱的鹿里门的圣母庙、妈祖经。安平的天后宫以及咱的府城内底的大天后宫，这一个连线进香的妈祖连线。安尼进香团市政府若来推设这呢，佮来搭配着咱台南离这个海边七股的美食咧，吼，佮咱离七股沿海地区，咱准备要来用台糖的土地呢，吼，建议台糖的土地来做台糖水塘这个水上公园。
即个七股安南区的沿海地区，安尼有水上公园会当旅游，搭配着马祖的进香团，搁来到七股的海产啦，进入去到咱府城的小吃交大天后宫，安尼拄啊会当两日的行程呢。所以即个马祖进香观光的团，这是咱一个例，嘛会当用保生大帝，咱规台南真济保生大帝的庙祀，嘛会当用太子爷，北极玄天上帝遮的庆典呢，来做一个进香团，来做观光的产业。柯中信表示，伊若有机会当选市长，一定会积极推动宗教观光，互乡客嘛会当变成游客，并会协助传统的工艺转型，培养艺定表演团体人才，为台南开创宗教观光文化产业的目标来迈进。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安平宜宾里活动中心去年市府收回来，要改作为交通局的智慧交通中心。不过，当地里长蔡进庭却发现到市府无依照着行政的定序，就强行霸占。行务发动着里民来有布条抗议，现场也有未少的民意代表到场声援。伫宜宾里长蔡进庭的带领，大约30-40位的当地里民做伙扭着白布条，抗议宜宾里活动中心被市府来强行霸占，而且佮违反边境地权的条例规定。无变更的时间。你啊看，即个市场用地，咱会当去看伊的地目，还阁是市场用地咧。结果伊即马就发包，伫伊个民国106年的时阵，伊就变，伊就发包，还未变更好，伊就发包，还未变更好发包了，伊就开始施工。你啊看，施工弄甲咧密密麻麻，伊也无。讲家里面有一个沟通，有一个参详，你也看到输落去做，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吼。到场声援，还有议员罗坤福、蔡淑慧加议员参选人李启伟，当初编了700-8千万的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为的是要起伫东区大东夜市边的市府用地。现在征用活动中心根本就是违法乱纪。而蔡淑慧议员嘛表示，当初5期的开发。机关用地这么多，为何要甲里面小整活动中心？开700-8千万，一间厝该弄啊歪到监视窗，佮甲民众咧抢这个活动中心。这个活动中心吼，伫2、3冬前吼，阮就一直甲市长讲啊，我讲这个活动中心伫宜宾里，做落宜宾里，宜宾里吼是你一个活动中心，但这个活动中心已经20多冬啊。使用率有够频繁的，遮的民众如果若无这个活动中心通去使用即马也找无腹地啊！安尼一意孤行，实在是有够阿爸。交通局想要改变成一个大台南智慧交通控制中心，在预算法里面就已经明显欺骗议会，因为当时我们在审这条预算的时候，他有很明白跟我们讲，这预算通过之后会新建一座新的智慧型。交通管制中心这个部分，他已经明显欺骗议会。第二个，我想在许天才时代，他强调的市政是一里一活动中心，一里一绿地公园。那我想赖清德市长现在是我们的院长，他在担任市长的同时，并没有为我们宜平里来新建任何的活动中心，却反而改变政策，抢了我们的活动中心。我想这样与民争利的一个施政状况，我们是不太能够容忍。因为宜宾里活动中心当初是中华土地所权人共同负担的市场用地，现在市府无任何公务，就要变更为非共同负担项目的机关用地，而且嘛无甲当地里民沟通。未来里长无排除将提出诉讼。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
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由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高俊明牧师所创立的台湾国际幸福家庭促进会，积极宣扬着家庭参道的文化，希望每一个家庭能当伫咧参道顶头有幸福的对话，也借此来建立甜蜜的家庭关系。今年度的参道文化高峰会伫咧中营中学举办，台湾国际幸福家庭促进会因为真正相信，要互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重点伫咧建立美好的家庭关系。要安怎建立安尼的关系，就是对每一个厝内底的参道文化开始建立，借由参道顶头的对话，互社会气氛更加和谐。我想今天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来参加，有来自世界10几个国家的年轻的学生，还有我们台南的子弟那么在蔡理事长所举办的这样的一个餐桌文化一个家庭价值的一样的论坛，那来倡导就是大家尊重家庭的价值，那么重视家人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倾听。好，那我想还有在家庭里面能够互相的这个体谅支持我想这样的一个家庭的价值，正是这个社会所非常需要的。那我们很愿意跟我们协会一起，大家来推动这样的一个文化让家庭的价值深入我们社会的基层。拄大好伫中营中学参加青年领袖高峰会153位国内外学生，也做伙参与着这场参道文化会议的盛事。代理市长李梦燕也签名，以着行动来表示支持参道的文化，也宣扬着亲密的家庭价值。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通常新明圣诞一般拢是祭拜三星、素果等等的贡品。不过，伫咧台南树顶行政宫所供奉的一尊虎爷，煞特别爱食炸鸡。也因为虎爷圣诞就要来到，就有信众来买到35克的炸鸡，要来祭拜虎爷。场面会当讲相当的趣味。透过报道，咱做伙来看卖。一克的炸鸡供奉伫咧圣道顶面，这的炸鸡全部拢是圣道做伙出钱，要来祭拜虎爷的贡品。台南树顶行政宫的下段将军俗称虎爷，因为造型古水古灵性，受到真侪信徒咧膜拜。伫农历6月6号，就是虎爷圣诞，就庆祝祭主购买35克的炸鸡要来祭拜，场面相当趣味。虎爷讲亲像正常爱生下宝贝啦，包括伊要爱啥货啦，爱就讲要炸鸡啊，爱即个信徒甲义工做伙参加落啦，款这物件来拜安尼啊。义工甲信徒，有人有权利要参加，拢会使。有讲足够保庇啦，囡仔、大人、老人拢足够保庇，趁钱啥拢同有。安尼尔还有啥？安尼大家欢喜落啦。上爱食炸鸡，你若讲要款5星啥物，伊第一爱炸鸡尔。内遐别项来5星，要水果、红酒啥，伊爱安尼。伊上爱的炸鸡，哪做哪好。伊拜2、拜4。阮拢有用炸鸡咧来拜。庆祝之间的传说，只要买某一个品牌的炸鸡来供奉虎爷，祈求的心愿就会照紧来达成。所以虎爷按道前，常常拢会出现这个牌子的炸鸡。这次虎爷圣诞，庙方嘛伫东港举办祈福的活动，有9尊细尊的虎爷，提供予有缘的信众会当跋杯祈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由台南市会副议长郭信良、立委林俊宪、甲议员吕维印以及安平区的平通里长共同办理的2018群星飞舞国际舞蹈交流活动，14号下午将要伫咧台南来举行，也欢迎民众到场观赏。
由中华民国全球流行舞蹈协会主办群星飞舞，逐档拢吸引袂少介意唱歌、跳舞的大小朋友热情参与。即届结合民意代表甲里长办公室，将选伫台南安平盛大举办。上午透过活动记者会，邀请府城乡亲踊跃参加。其实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协会，可以在7月14号下午1点到5点在我们的东东宴会市场。能够邀请这个包括我们的田帅田歌手，还有很多这个有名的舞蹈家，可以一起来做一个以武会友的一个交流。那其中最特别的是，就是我们这个在地产出台南制造的大才子啊，我们七股区的区长庄明豪庄区长也为我们写了很多这个脍炙人口的歌曲所以在这边诚挚邀请我们所有台南的乡亲，这个7月14号下午1点到5点。如果有空的话，可以一起来东东宴会市场，能够一起跟我们来观赏这一场美的盛宴。很开心，我们今天来台南办了这个活动啊，我们希望呢以武会友啊，在那个妈妈前辈子为了家庭啊奉献给那个先生小孩，希望他们呢在后半辈子能走出他们自己的理想，有一片天。所以我们呢很开心呢，也得到我们的歌手。还有那个音乐制作人的支持，今天通通莅临我们大会。活动中除了邀请侪舞蹈团体，有新舞的发表甲联欢舞会表演，另外佮邀请知名的歌手甲舞蹈老师做伙参加。现场嘛有知名的作词作曲家，同时嘛是现任7股区长庄明豪。更加说明广播网嘛全力来支持这项有意义的活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安平区公所伫咧暑假安排了一连串的讲座甲活动，并且特别用心结合了安平图书馆甲安平乡土文化馆的场地，安排了一适合亲子的活动，要让大家更加了解到安平在地传统故事。为着要让安平这个热门的观光景点会当更加深度的被熟悉，安平区公所特别结合了安平图书馆以及安平乡土文化馆。运用这两个馆的空间，举办亲像是安平剑西杯棒球介绍的讲座，以及对海上看安平、熟悉安平的海洋文化、历史故事等等丰富又个趣味，就是希望会当互更加侪人会当熟悉了解安平。运河就是从海上来看安平不一样的，这是属于讲座的部分。那我们在这边还会加入，因为图书馆的元素。很多妈妈都会带小朋友，家长都会带小朋友来图书馆，所以我们也加入了一些 DIY 譬如说我们要做亲子的譬如说我们做那个故事衣，还有故事书的提袋等等这一些。那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的走读，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安平的运河从以往的那一种游船游港的，那现在多了一个游运河，我们绕过这12座桥会惊喜连连的12座桥。那我们今年呢，就设计了一个这样子的 DM 给大家看。那这一个打开，就从我刚刚开始讲的一个系列的一个活动，通通都在这边。请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到我们区公所来索取。还有后面这一系列我刚刚讲的一个所有的这5大项的主题，通通都有在里面。然后最主要还是要介绍我们有安平区公所所管的图书馆跟乡图馆，所以这一次就是这2个馆舍做一个串联。那如果在平常日的时候，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区公所1楼，我们现在还有做防灾教育特展，也为了暑假期间就一直延到我们的暑假结束才会结束。那也邀请大家一起过来。运用安平特有的古迹甲天然环境，也结合在地庙宇，这个活动，咱的安平系列活动。将会透过活动甲侪 DIY 动手做的课程，带领大家用更加多元化角度，熟悉安平加丰富加侪水。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侪云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温度27度至32度，落雨几率4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9级。
感谢你收看7月1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